2026年5月11日每日靈修，與主更親近，有主的愛心。547與人同樂同哭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，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羅馬書12章15節。小故事：在一個小鎮上，有個15歲的少年得了腦瘤，他正在接受鐳射和化學治療。那些治療的結果使他所有的頭髮都掉光了。面對青春期的男孩子而言，這是一個很難受的情景。但是他的同班男同學和他同年級所有的男孩都獲得他們母親的同意，也把頭髮剃掉，這樣這男孩就不會成為這所學校唯一禿頭的男孩。當全班一起合照時，清一色光頭的男孩在陽光下燦爛的笑容，讓人深受感動。默想：當我們為人處身設想，有一個真摯的同理心，不一定需要在外表上有什麼樣的改變，也可以讓人獲益良多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因為愛的緣故，我們願意學習進到人群中，與人同樂同哭，與人同心同行。求聖靈幫助我們，不要心高氣傲，要有謙卑的心，不依靠自己的聰明，乃是有主的智慧，走進人群中，成為人的祝福，榮耀你的名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